Also da ti vinco povedelia, ne da marango yarche nima chuba de chag yare. Da ni yarche sinzi nangen. 係今日係馬我夏季課程嘅第6日。Jamne gindi 首先 zumba de 透 zumba 過 de 網絡 zumba. 同大家 Da 問候，singi zamni chonta khale 同 shube 埋 chero homan 你 lege. 嘅僧團、Da na singi 僧眾們，仲有 beri 世界各地 da 嘅法友，sinamba changro le ya thoma zahin zeweke. 同埋我哋嘅藏族嘅同胞，首先向大家問候。Dele yang da, 하상, 而且的，你们你是人的呀，对面南边个车给，俺那上下的这位，喺之前大概2堂課之前，我哋就已經講咗關於原始佛教同埋密教之間相關嘅啲內容，而今日就講關於佛滅後之後嘅佛教。講到佛滅後嘅佛教咧，首先要講一講關於歷史嘅背景，同埋印度嘅政治嘅情勢當時，我覺得呢個比較重要嘅。有位英國嘅學者咧，叫做安東尼厄德爾，係20世紀嘅一位學者，喺佛陀時期咧嘅政治方面咧，有個邦國咧就叫做摩羯陀國啦，係喺眾多嘅邦國嘅其中之一，但係咧就唔係特別強大嘅。喺歷史上面，我哋睇到佛陀咧曾經同摩羯陀國兩代嘅國王都見過面，但係咧就唔意味住佢哋之間有啲咩嘅特殊關係咧。又冇講到話呢個國王咧同佛陀有咩關係，但係喺印度嚟講咧，通常都會好多時候有呢種習俗咧，會一齊去見面嘅。譬如喺耆那教嘅一啲文獻當中咧，譬如佢哋叫裸形外道啦，喺佢哋嘅一啲文獻當中咧，呢個頻婆娑羅王同埋阿闍世王咧，曾經都有醫治過佢哋，而佢哋亦都係其中好重要耆那教嘅施主嚟嘅。佢哋咧，雖然咧佢哋覺得有2代國王咧都曾經同佛陀見過面嘅，但係又唔等於有啲咩特別關係。
而且咧喺佛陀弘法嘅時候咧，最少咧其實係去過6個國家以上遊歷過。而喺摩羯陀國嘅停留嘅時間咧係比較短嘅，所以咧喺佛教最初嘅時候咧，係並唔係喺摩羯摩羯陀國度弘揚嘅，而係摩羯陀國以外嘅地區開始傳播嘅，亦都冇刻意咧與呢個摩羯陀國建立咗某種嘅聯繫。但係咧，就喺1個半世紀以後咧，隨住摩羯陀國嘅擴張，國家之間嘅疆域咧，覆蓋咗成個佛教嘅全部。所以呢個時期咧，佛教先至真係同摩羯陀國咧形成咗一種特殊嘅關係。我哋之後會再講翻咧，就係譬如喺呢個阿育王時期嘅佛教嘅時候，我之後會再講。但總之咧，佛教同摩羯陀國有一種嘅特殊關係咧，係已經係後來咧，隨住因為政治嘅格局變化咧而形成嘅。就並唔係咧，就係佛陀係有一種刻意要同摩羯陀國有一個聯繫嘅。呢個就係一個其中一位英國學者嘅見解嚟。同時，我哋要知道咧，摩羯陀國要了解一下摩羯陀國。當時印度咧有幾多個國家，或者係有幾多個呢啲邦國咧？所以喺當時咧，印度有幾多個大國咧？係，佢就投影出嚟咧，就喺大概喺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4世紀左右，印度咧存在有大概16個大國，喺好多藏文嘅一啲文獻裏邊咧，就有提到16雄國，大概就喺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4世紀左右。就印度咧，大概有16個大國，咁其中有一啲係呢個君主制國家，有一啲咧係共和制國家。而家投影出嚟咧，就有16個國家嘅名啦。所以平時我哋從大藏經當中咧，金珠爾就會睇到呢啲國家嘅名。
波萨拉塞那不达，芒嘎佢哋第达塞，一個就叫做央價，达听这个，达鲁木卡西用的多啊。看他前呢，搞不的就是啥呢？啊，压下来啊，达居斯洛，纪律体育然後卡卡，有摩羯纪律陀体育西北演员了呀。等等。俺那压下来，把是但结合民着居住这边，他听这个，他说他给是西个也没得。佢大概就係公元前6世紀到公元4世紀左右。他提南他结合民着居住这边，哪了呢？他提定俺就需要的米些个的，蛮个的结合的过去。但芒格地嘅結合是係我哋啥的咧？安尼我哋今日就要講關於16個大根據國當民主中嘅摩羯他的陀國。結合的深淺，但真正嘅，佢說他結合的把說呢，嘛摩羯嘛陀國咧主張的嘛不現的，本身咧就有但提哪咯幾個呢？急王朝嘅，的咧，他我中國主要的，但提眼嘅三個沒上空嘅就是數目我些，哇，三個全部急嘅，安尼芒格地嘅的。好，先唔講結合佢哋嘅佛問題，陀之前嘛是嘅一啲王朝，用到 sometimes，但芒格地嘅三個我就先數講別急嚟呀，佛陀芒格地時結合間嘅結合啲卡嚟查啲，摩羯就是陀國係下邊一個兩嘅王朝咧？結構下啲查。當時嘅王朝嘅名咧就叫做哈爾亞卡王朝。下兩嘅結構下啲，下兩嘅結構下啲，嗱落嚟啊，咁啊，嗱就，咁叫家庭就嗱落嚟呢，馬不斷地啊，自己，但結合你要咯，自己結合蘇州人不切，自己結合買嘢出去。但結合蘇州譬如呢個人買嘢，王朝咯，三個就用咗咧。就有頻婆娑羅王啦，同埋阿闍世王。當然是米色多的，也不買嘢的，譬如都第一代是差差別啦。頻婆娑羅王咧係有見過佛陀，古時而咩嘅，之後嘅阿闍世王亦安尼都有見過佛陀。結合的買嘢的差啲我吧。睇下新嘅嚟嘅路據嘅寫單同埋嘅差別啦。安尼空佛陀嘅空氣講呢，佛陀嘅晚年嘅時候咧，嘢就係呢個都冇嚟啊。阿闍世王安尼嘅三個時期啦。王嚟把它寫寫，但係數數譬如有啲石蘭嘅文獻咧，但結合買嘢這個，就係阿可能闍世是西王西頭把它寫啦，第8年在位嘅時候咧，佛陀就涅槃啦。結合買嘢就可能佢業。結合蘇州人佢而當時係點樣得到佢皇位咧？啲種錢，誒，可能咁當然係一個誒幾時唔係好好嘅一個原因，但係佢可能幾時而成為連打都皇帝嘅。得幾時連樣啲呢？佢因為係殺咗佢嘅幾時父親講別急嚟啊？頻婆娑羅王而幾時講登位嘅，結合入錢？所以佢呢個所以佢個假嘅語嘅社會，但登位咧係非常之唔好，波斯拉斯係啲假嘅語但係佢係結合全部好差啲我吧，好識得去點樣治結合國嘅結合一個皇帝嚟。但係等佢講到書邊跟中心咁同埋嘅難寫之下啲。征服咗譬如中印度嘅好多地區，譬如就係解釋的年月，呢個的年紀啦，居說薩羅但國啦，解釋的即係六國越來越長。之間現在的之一。做咁呢個就阿瓜的年月啦，說都差啲。居散羅國呢個地方咧，其中一個首三個都就叫做先數嘅舍衛城啊，波斯嚟嘅，我哋睇得上啦，嘅我世界上就我覺得，然後點我就個定居那麼不用的差啲我吧。就係嘅我呢個世界的嘅我買嘅佛的，陀在世嘅時候咧，當時嘅他媽的嚟啊，呢呢個舍衛城解釋拍嘅唔係。嘅國王咧就係波斯匿王啦。從別借嚟咁啊，佢亦都係曾經同呢個阿闍世王結構嘅打仗嘅。佢呢得㗎啦，萬個地咁之後啱係居薩羅這張結構買嘅喺呢個咧，毗琉璃王曾經咧然後遭遇過啲船難而死嘅。誒，咁就成為咗之後咧就係摩羯陀國嘅一部分。瓦斯特沙啲啊，等於講住下嘅，裝全部居住嘅男性嘅，另外有一個地方咧就叫拔速，亦都係其中當時嘅16個大國之一，咁屬於係北印度。咁北印度咧主要有4個主要嘅國家，咁其中一個咧就叫做拔速。咁首都咧就係叫繳上嚟啦。咁呢個國家亦都係我哋成日都喺佛經裏面睇到，
咁就係古印度嘅六大城市之一，叫做繳尚眉。咁呢個當佛陀在世嘅時候咧，呢、個拔初嘅國王咧叫做優陀賢。咁而呢個國王咧，曾經咧同摩羯陀國王咧，當時就係阿闍世王啦，同埋另一位阿盤提王咧，係打過仗嘅，都係。所以咧，總之阿闍世王咧係好識得治理嘅。咁另外就係根據好多嘅佛教同埋耆那教嘅一啲資料咧，阿闍世個仔咧叫做優陀耶，之後咧亦都即位，咁同埋將首都咧搬遷到去一個叫做華氏城嘅地方，就我哋叫Patna，就 Patna，就叫做華氏城啦。古代嘅音譯咧叫做巴連忽邑，或者係咧波澤尼城啦。然後咧就係阿闍世王之後咧個仔之後再之後咧阿吐留陀，然後咧就係文圖，然後咧之後就係那加多沙加咁樣嘅王朝咧，延續咗有幾代，即係阿闍世王、優陀耶，然後阿吐留陀、文圖，然後就係那舊多沙加，到現時為止咧，所以呢個王朝就叫做哈爾亞卡王朝啦。然後咧就係呢個舒舒那加王朝。所以之前哈爾亞卡王朝咧，最後一代國王咧就叫做那加多沙加，而佢統治之後嘅，因為有一啲人咧就反叛，推翻咗呢個王朝啦。然後咧就廢除咗呢個國王，咁然後有一個大臣咧叫做舒舒那加做咗國王啦，咁就開創咗個新嘅王朝啦。咁呢個舒舒那加咧就出身比較複雜，佢父親咧係一個軍人，而母親係個藝人。咁而呢個王朝咧就有好多名嘅，有啲都叫舒舒那加王朝啦，或者係
尼阿居族凡提是嘅王朝。阿凡提是来吧？对，他别个那是久远的，俺不是宋建是那个宋而且，啥了的啥就呢個宋还是强的不舒起来是舒那加宋建是那个意思的。他天啊，他给就王朝征服咗的印度西宗室部嘅一個就给那國家再下的。阿盤提。第一个颜色的搞的是呢，颜色的咁而呢個给阿盤提颜色咧，亦都係16個大國乌之一，江下的乌江首都咧係叫乌江下的下的。屈禪嚟。他这个重建的帕叶下的了呀，也明显到了呀。阿凡提不是那个多，阿凡提不是啥的，宋建给重视，宋建给重了那就那么多。看他的钱呢，咁呢個首都咧，屈叔叔那禪嚟咧，亦个钱都有兩個呢，也名咧，往都去，就稱為阿盤提城。不是阿凡提啥的，那往都咁去不總之呢是。個舒舒那加那是王朝咧，瓦塞贝的，那就征服咗印度西部嘅瓦斯蒂给強國阿盤提。瓦斯塔瓦斯塔啥咁的，同時咧，佔領咗对不对？但是呢，俺先手记呢個的话，亞薩國。他的空都修的啊，空都修的，哈里安给给了不是，叫了，他提年了，就是那个给了没情况了，哈里安给给了不是，全部吧，哈里安给了给我他妈录音帮啥的个，哎呢，他的二啥，瓦斯蒂给了的网都对不对啥这个啊，这个先手机要的是，啊，当然，嗯，喺呢個他亞薩國咧，先手现大的网都前面呢。叔有叔那个往就前面往都打不赢，呢個俺看到王朝咧，最後一個國王叫做達舍卡咧，又征服咗。给个第二不如来啊，打老忙不这里啊，土巴王不需要去總之咧，点不了，呢個忙个的给个亞薩往就國咧，前面的兄弟，俺那打给个第二不如来啊，因為呢個舒给舒那加嘅个那統治咧，出最前的，你就这头都兄弟们是，最後呢兩個國家咧喺多年嘅衝突之間咧結束咗。打的呢，叔叔那个啥的个给不提个接了，给不看出么的是那边呢？他的性格那个。路具一些，地包往下塞多，所以呢個地包往舒舒下塞的那加先说的下边呢，嘅王俺第一节了，他的叔之後咧叔那个塞的节了，俺係呢，邊個咧？嘎拉阿修就係、出过来根據是，呢個石蘭嘅嘎拉阿修嘎文獻記載咧，这个娘之後们面就出現的过去，咗一位咧俺叫做同面中卡些样，加羅就在亞玉王，在娘们面是那个多就叫做黑啊。亞玉王。但得了呀，他的这个讲那个路具一些人吧，不然那啥去了，我也不啥去。我这个拿老来呀，俺大的给不提名了，查了好像是那个意思。喺啲嘎嘎，古代嘅嘎嘎文獻那是當中咧，那个意思，那个多。他讲他明明稱呢一個了朝的嘛，都听他，他是没记了古也呗，说起，他听他写。加羅刚大家他亞玉的王咧，给不，古代嘅名咧嘎拉阿修叫做嘎啥的，他南边加羅越拖呢，舒加。西边呢，他是个开起不起的，看来是呢，给不提人了呀，为啥哩？养了鱼养不起来呀，各都你不在不是。總之咧，呢個國王咧就喺呢個國他家裏得了别邊係一個个羽毛好重要不缺的，嘅國王。他的嘎拉阿修亦都有嘎啥的，提到咧，缺嘅阿修嘎你呢個國王你不統治嘅期間咧，就喺皮舍離咧舉行咗2次嘅各都你佛不教結集。接不了，缺嘅阿修给咁好重要，切不来啥其實不，就要你去釐清咧，往地要的是。加羅亞玉但是呢，王咧，你光的他各都因為佢你不名叫做别光的呀，是不是需加要羅亞玉先把的亞玉王啦，全过去是吧？所以成日都他被誤刚大家認為咧就係呢個生来的路具切么最都著名嘅切的，孔雀王朝嘎拉嘅亞玉阿修嘎王去啥的了，混亂咗嘅。俺呢土国就是需要的是。所以當我哋其實喺講到第二次結集土國嘅時候咧，我哋就會哎，那詳細土壤都説明呢是養過個部分。的，是的，叔叔多啊，現在的養嘅就是的呢。另外一個講法咧，到底叔叔那個幾個的談不得叔叔那個佢咧就有錢， 9個仔，格拉阿修個錢，但格拉阿修個得了鋪，或第者他一個咧他的就係我們就舒舒是那加，哪怕都是個來路嘅什麼的前面，然後就係呢個就是要這樣。加羅亞玉王。其實嘅哎呢，推念都意思加羅講，亞玉王咧就有九個意思仔，講為咁而家同時一個國家咧就有的呢，9個仔嚟去的管治，下有什麼呢？的呢就是這樣。所以呢個投影但出嚟就有係呢，他的叔叔那個有好多嘅王子。
咁係佢哋共同治理嘅國家。간단히다 도스만 로디두사 안 디젤에 가르쳐 버서나 안 기규 신다 총 텔레야 난데 기규 있어 다 난데 기규 데 가르쳐 총係，버서然後呢個舒宣那嘅王朝之後咧，到到呢個 하샤 저리다 難陀王朝。슝치에 드럽 dimbe 나노래야 쌈샤 겨그 다 야게야 지 슝치 根據一個文獻咧，叫做개부 수rim이 마사디 드럽 dimbe 나노래야 야래 一部叫做哈沙嘅傳記當中咧，게라 첨부르 차디 거봐 아 저기 有一部叫做상选장 《葛利沙嘅泥塔》상기 되는 집 봐. 嘅 야갈 記 배. 載咧， 거기 개부 수rim님만 제외 기지세요. 係玄奘大師過去咧曾 개부 經 수림님의 죄봤어야 돼. 개부 수림님의 고랑기에다 루유서 뭐라 해. 이래듯이 죄제 대체 대백. 다 슝. 다다. 就記載到呢一段歷史啦，亦都有佢記載到呢一個王朝嘅一啲歷史。總之咧，根據呢個哈沙嘅傳記裏邊記載咧，呢個加羅亞玉王咧，最後咧係被刺殺嘅。咁而行刺嘅人咧，最後咧就成為咗國王啦，然後建立咗呢個蘭陀王朝。第4世紀咧，編撰嘅印度文獻咧叫做《往世書》（Purana）。呢個《往世書》咧，其實有好多部嘅，同名字嘅咧有好多嘅書嘅。當中呢個蘭陀王朝嘅第一位國王嘅名咧就叫做拜蓮花難陀啦。依據呢個石蘭嘅一個大使咧，亦都提到蘭陀王朝咧有9個國王嘅。咁而呢個9位國王咧，佢哋親自咧輪流咁樣去做國王。第一個咧就叫做蘭陀王朝最後一位國王咧，所以就叫做呢個達那蘭陀啦。最後一個國王叫做達那蘭陀。咁佢究竟係邊個時代嘅人呢？有個研究講咧，佢確實係喺呢個亞歷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嘅時候咧嘅摩羯陀國嘅國王嚟嘅。仲有呢個蘭陀王朝咧，係有強大嘅軍事力量同埋財富。因為佢嘅呢個治理咧唔係幾好，所以好多民眾對佢咧好唔滿意嘅。咁然後之後咧，又叫做月護咧奪取咗蘭陀王朝嘅政權，然後就建立咗孔雀王朝。就因為好多民眾對佢唔滿意啦，所以就推翻咗。咁呢個都係普遍一啲學者、歷史學家嘅一啲講法嚟嘅。
咁跟住咧就係、摩羯陀國嘅王朝之後咧，其中一個就係呢個孔雀王朝啦。咁就大概係公元前嘅326年，就係、亞歷山大大帝咧入侵到去西北部印度，但係就並未咧去深入到去中原地區。咁亞歷山大大帝咧就係、喺公元前嘅323年去世，咁就喺佢嘅帝國首都巴比倫度死嘅。咁因為印度咧避免咗被呢個希臘人嘅征服咧，甚至咧呢個希臘人嘅入侵咯之後咧，有位年青人叫做戰陀羅笈多，佢就總之佢就趁住呢個混亂嘅時間咧，呢一位宰相咧，有一位宰相叫做考蒂利耶嘅輔助之下咧，就推翻咗之前嘅嗰個蘭陀王朝啦，建立咗之後嘅孔雀王朝。咁呢個宰相咧叫做考蒂利耶。總之咧就係一個好能幹嘅一個大臣嚟，就係由於佢嘅輔助之下咧，推翻咗蘭陀王朝。跟住而且呢個大臣咧叫做考蒂利耶，總之佢有著名嘅政事論嘅作者嚟嘅。咁喺呢一個政事論嘅著作當中咧，最主要討論嘅係就係講呢個治國之道啦，或者係王者之道嘅論著嚟。就好似米旁仁波切咧，都有寫過如何做一個國王啦，或者點樣去治國咧。所以呢位大臣亦都寫過呢個關於政事論嘅。嗯，咁然後亦都有包括根本頌同埋注釋兩個部分都有。咁根本頌亦都有被翻譯成為藏文嘅。咁而家收錄咗喺丹珠語嘅公考名當中。咁就係呢位當時嘅一位大臣咧，考蒂利耶所寫嘅，所以亦都有人係認為唔同嘅人寫。總之咧，喺呢個就係因為有呢個大臣去幫忙嘅呢一位年青人咧，戰陀羅笈多咧，推翻咗蘭陀王朝咯，建立咗呢個孔雀王朝。咁就呢個戰陀羅笈多嘅在位時間大概有24年啦。咁佢嘅其中一個仔咧就叫賓頭沙羅，就再繼位咗28年。然之後咧，再之後喺大概公元前268年左右咧，之後繼位嘅就係阿育王啦，就係、
好，就再投影一下俾大家睇，就係呢個孔雀王朝第一個國王咧，就係戰陀羅笈多。第二個咧就係呢個賓頭沙羅，第三個就係巴育王。咁所以呢個嚟咗一個問題咧，就係因為有講呢個年代唔一致，由佛陀入滅之後到巴育王繼位嘅年代咧，係有唔同嘅講法嘅。咁其中一個講法咧，或者可以講係最主要嘅講法，就按照斯里蘭卡嘅史傳當中咧，由佛陀入滅到巴育王即位咧，中間咧就隔咗218年。咁而北方嘅傳承咧，即係漢文嘅、中文嘅文獻都嘅講法咧，由佛陀入滅到巴育王即位咧，大概咧只有100年嘅啫，大約咧係100年。然後咧就有好多關於政治史嘅資料啦。嗰啲資料咧亦都係雖然好豐富，但係咧又存在有好多矛盾嘅啲講法，咁所以好難咧作為有一個絕對正確嘅依據。所以我哋咧將呢個黃統年代論嘅裏邊咧，暫時就唔講，咁就係等到我哋之後，如果講到佛陀佛滅幾年咧，先至去繼續深入探討。咁就再之後又結合咗錫蘭到北傳佛教嘅一啲史料咧，就先係再研究關於佛滅咗之後，到阿育王嘅時期，究竟係有幾長時間咧？首先，佛滅咗之後咧，佛教咧係向邊一個方向去弘法嘅路線呢？咁首先我哋會講四大聖地。一般嘅學者咧認為咧，佛陀嘅僧團咧就係喺佛陀嘅僧團咧，唔止係講緊出家眾，都係在家眾嘅修行人都係有份嘅。所以咧，佛教嘅僧團咧，就喺佛陀入滅之後咧，嗰個開始嘅時候咧，其實只係擴展到去中印度嘅一啲地方嘅啫。但是它上面呀，上个两年的特别节个，那南的特别节说，南部上个别点不的，反正是特别穷不的，這個吸收咯。我哋就去講佛滅咗之後咧，佛法弘揚嘅路線係點樣？其中我哋知道，
那么上個月見到嘅電視下啲，即當嘅見到嘅電係視下啲，依照一啲學者所以講咧，佢哋佢嘅一啲研究咧，綠色啊，啲呢啲係古語吧，但係呢，輕便嘅輕吧，啊，今年泡沫嘅對啲嚟啊，見到嘅電視即係講數入咗，就係係啊，但係當時咧數入得就佛教就嘅僧團咧，這張，主要就上個係、年嘅呢啲嘅借嚟啊啊，那麼上個月出家嘅僧團，呢啲係又包含咗拍攝咯，男女二眾呢啲拍攝咯，在家眾都嘅呢，包含咗喺裏邊，開始起嚟啊，特別重要嘅事。馬到所以有咁樣嘅三星大了，這個自己按特別僧團咧，重要的馬的事佛情弟子咧啊，對對，先年喺對，是不是不對？有時呢個佛陀入滅之後咧，啊對呀，講啊語裏啊，那特別重要剛開始嘅時候咧，的就擴展到咧只係去到中印度嗰啲地方。俺得了南北嘅那些地咁數啊，中印度有咩地方咧？開始不是差唔多吧？最主要我哋講到我們做菜嘅嘢呀，三個就係這些訓練的，佛教嘅四大聖地啦。俺三個啱了，這喺佛陀涅槃之後咧，呀，俺呢？好想去紀念佛陀啦，去就就去佛陀去過嗰啲重要聖地去朝聖。呢四大聖地咧就位於中印度，我哋就會講四大聖地，亦都有八大聖地嘅講法。首先咧就係、比較著名啲嘅一個說法咧，就係四大聖地。即係首先咧，佛陀嘅誕生地就係南毗尼，然後入滅嘅地方係高斯那羅，就係位於都係中印度嘅北邊。所以咧，南毗尼園咧，見到個地圖咧，就係屬於中印度，都係，但係而中印度嘅北邊係個邊界嘅地方。然後佛陀證嘅地方咧就係菩提伽耶，就係中印度嘅南邊啦。然後就係初轉法輪嘅地方咧，就係亦都係中印度嘅西部鹿野園啦。而呢四個地方咧，就係我哋平時講嘅四大聖地。嗯，梵文咧就叫做 Siddhya，就係叫做四大聖地，因為有四個大塔嘅地方。就好似頭先講到咧，佛入滅之後咧，信徒咧都想去循禮朝聖佛陀嘅聖地，所以呢四個地方咧就變得繁榮起嚟。咁對於初期嘅佛教徒嚟講咧，中國咧就被認為咧係中印度
这当家个有不怎么嘛，三千下的有不怎么嘛，塞白个，那他学个王都学为呢，他就拿把上个为点吧，23年长的，养了几呃三个个呢，拿把三个为年前不也是三，是为了电影章，第一个就在那点呢，呢，他只学习有所以学對於习王都学初期嘅佛有教徒之前的嚟講咧，啥，这个中印度咧先念的多，这当然是就係学习作為中王心，都是有所以佢哋些的啥，會叫做中國，早那么些有啊了，啥吧，这个可能这个经验这个毛不线位了，於世界毛线中央嘅毛线地方啦。线了，看他所以咧就考那么些不佛起，教徒就認為係些好了，但看他看一个中印度嘅地方就三个。係成個世界嘅中心。三个两个人在那接来了，左这个哪怕三个月缺的说，他是谁能找到根据的说，左的三个个年前不提出个，但年好是能找到，提出的这个也对不起不起，是不是不提出个，嘴巴起有着。所以咧，佛陀嘅僧團咧，这哪怕三个月缺的，最主要但假好擴展说嘅地好的是，方咧，就那个是係中语级的。中印度，就係中土啦。另外的是那边呢，那么三个月根据个的，咁另外一個我今講法咧，天就不就係接受，冇推呢，假如唔曉由得，佛教向個輪唔出嚟啊，西南方咧推進是嘅一個講法。但當時嘅教團咧喺小小的做了佛呀，滅咗之後咧，你逐漸咧經常下來是啦，往呢個西方同埋西南方咁最重發展，要是的，你弘假個有揚嘅。一個老小的呀，肉皮些呀，肉皮些啥的假個的呀，然後咧就由中印度南方嘅一個山咧，這個我們的雲迪啊，雲迪呀，就我們的雲迪呀，肉皮些啥個日語的呀，貧遮耶山脈第一個呢，有一個把地方老小了就係、主要的呀，肉皮些的個假的啥，把嗯主要做得就係因為咧被呢個高原阻斷咗，下小了盘找個原因呢，下小了呀，草青不嘅，草青不也是，这个但所以就也做冇辦法向東方才能找到，但看他發展啦。地形因為特色東方嘅啥呢？比較原來找到地方嘛，酷熱嘅一個地方，地形同埋係未在那點呢，開發嘅地區嚟嘅，做屬於。家嘅老小的，但看他地形在那點呢，他老小的下小你俩找圖面的印象，但找米都不是能找，找下了過來有印象。所以咧就冇向呢個南方或者東方去發展啦。所以最初嘅咧，教團咧就向西南方去慢慢推進。但係又冇向呢個正西方方向去推進。因為當時咧西邊咧就係婆羅門教嘅地盤嚟嘅。他说不出来呀，他话的是个啥呢？他说不出来，他呀听，他看些个那边呢，但新主播看些个那邊呢，所以咧就說不出來呀，那麼三個月去他呀的，向三個年西南方推進嘅講法咧，他話怎麼嘛？喺佛陀在世嘅時候咧，他們去的呀嘅說不出來係唔單止係佛陀涅槃咗之後，其實喺佛陀在世嘅時候咧，佛法咧就已經係從中印度咧傳到去西南方嘅。咁樣講嘅原因咧，那点地方当成越南的做的呀，三个老面做啊，让那年头做我们差不多就是下去，但这里给长當時嘅佛弟子有10大弟子。越南的的是啦，看见的是啦，比较要嘛。但这里就是啥呢？可能是给他那点地方当。藏傳佛教就少講到有10大弟子，就通常就係北傳佛教咧就會講到有10大弟子。北傳佛教就會提到有10大弟子。
就係佛陀涅槃咗之後咧，馬哈格啲就將佛法咧就傳到去西南方嘅西海岸邊。咁十大弟子當中咧，其中一位就叫做大家之言，而佢咧就係阿盤提人。之前提過16王國，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叫做阿盤提啦。而阿盤提嘅呢個首都咧就係鬱禪利。呢個十大弟子之一嘅大家之大家之言咧，而佢就係比較善於咧去用一啲簡單方法去解釋佛法。總之咧，佢學完佛法之後咧，就翻到去佢嘅故鄉啦，阿盤提教化大眾。喺呢個藏傳佛教嘅一啲經典當中都有提到呢個部分。咁而就係有個弟子，佢喺《阿含經》都有咁樣去記載咧。佢有個弟子叫做Sunakuti Kana，叫做益耳。咁總之呢個弟子益耳咧，就一路跋涉咧，去到舍衛城去見佛陀啦。咁佢個師傅咧，大家之言咧，知道益耳要去見佛陀啦，就託佢咧就去問佛陀關於5件事，就係同戒律有關嘅5項例外。咁呢個五事咧，主要講到咧，因為用皮革嘅，因為好多地方咧都係用皮革，而佛陀咧就叫好多僧眾咧就唔可以用皮革。總之咧，咁就去請教佛陀5項例外嘅事啊。就有講到就唔可以僧眾咧着呢個皮革嘅。咁總之呢個益耳咧就見到佛陀。總之咧，益耳咧就佢出世嘅地方咧就叫做阿波蘭多加，而阿波蘭多加咧就係喺印度西海岸嘅地方。咁就比喺呢個阿盤提嘅首都咧鬱禪利嘅更加往西邊嘅地方嚟。
越为印度啥呢？配些上给习俗个呢，所以咧就因為有一段咁就嘅故打過事咧，所以有咁打嘅典故咧，世界嚟啊，特別缺特就別重要不東西，甚至傳言咧，他說的，佛陀在世嘅時候咧，已經謝謝，將佛法咧傳到去西海岸啦。但出現嘅那話切話嚟啲，cada樣嘅普遍比如羅馬來西亞啲，呢啲地位結束時嘅，平均嘅對話過百個時間攞嚟呀，cada 樣嘅呢個譬如益羅馬印度耳咧就係700大家之言嘅弟子，但係呢呀，咁佢就係印度上配件地座部位嘅對人攞係嚟呀，嘅出現嘅那話切話嚟記時載咧，就喺呢個cada 説一樣嘅切有部毗普遍比奈耶吧，皮강부格斯當강부中咧係 사야有咁記載到一段咁嘅故 강부 事。 사야 되게 뿐나 사야 상계 로마야 개시시를 뿐나 사야 되게 로마 이봐咁亦 소나라스 都有另外一部大眾部系嘅강부 《摩 사야 僧奇律》裏邊咧，구충세기 딱 강부 有 구충세기 講到益耳其實唔係 강부 大家之言嘅 구충세기 弟子，而 딘디로 係 로마 富流 도스 拿嘅弟子嚟嘅。咁呢個 수바라가스 富 사야 流 되게 拿 딱 총계들이야 구충 尊者咧，佢出世 수바라가 嘅 사야 地方 되려 咧， 아니 야 就係叫做 미행다가 蘇波羅國。 수바라 사야 라고 얘기하더라 대야 안에 두 개의 통계 투밥세기다 통계 야 대야 안에 야수연 잡리에 보지 딘디시기 딱 하나 야가 그 呢個 쇼기 야수 蘇波 잡리에 羅國咧， 딘디시 차대기 就係呢個富流拿嘅出世嘅地方， 디기 사자텔이야 안에 사자티니에 거래 亦都係叫做首波羅。 다대왕도 제비나 디사자테 가와르스나 뭄바이네 또 장을 치비나 안에 사자텔 咁後來咧， 가와르스나 亦都喺附近咧就見到 드라좀 막 강보디 揾到一個阿育王嘅碑文， 양결 咁就係喺呢個 루주 孟買 최대는 로마 稍微 루주 요아레스 往北一啲嘅地方嚟嘅。 대비네야 아니 페이지를 상기 시슈급리아 담배셔리 야간도 總之咧，富流拿 세상 따뜻하게 공도 쉬고는 신기 就翻去佢嘅故鄉咧，度化咗好多弟子嘅， 시수에 당 시탐지 예벌만 대비 시수 所以咧就 아니 까다야는 부심보티 對吧 까다야는 부심보티 所以就係喺呢個富流拿成就之後咧，就翻去故鄉去傳法咧，度咗好多嘅弟子。 而喺呢個《摩僧奇律》亦都有提到，益耳其實唔係大家之言嘅弟子，而係富流拿嘅弟子嚟嘅。所以咧，佛陀咧喺在世嘅時候咧，即係已經佛法就係已經係傳到去西印度地區嘅。 순수의 제비네야 아니 강보티 아니야 야누죠 야제 잠리야 고충부체 아니 코란 자전도 고마토베 제리 양가파 베일로체 아니 담배 취배와서 근데 이거 루주 커요 인주산에 디왕도 제비네야 所以喺摩僧奇律當中咧， 야누죠 타심부터 등도 우스 係 다야 呢個蘇波羅嗰個地方就喺印度嘅西邊，所以喺佛陀在世嘅時候，佛陀已經去傳到去西印度啦。咁另外佛法咧，又亦都從中印度咧傳到去南方嘅一個講法。 대지적인 거야 답답해요. 그래서 좀 비슷하게 주의해 보니까 대균살 때는 봐 야가 위는 허셔올이야. 저 답답해요. 말해야지. 그치. 谢요. 이내야 다다 所以佛法咧頭先有提到咧，冇好快咁傳咗去南方，因為就係有個生物擋住咗。 所以有講法咧，亦都係從佛法係從中印度傳到去南方，但係亦都有講法咧，就係根據巴利部嘅一啲經典咧，叫做小部經集當中嘅彼岸道品當中嘅序偈咧。
最文嘅偈啦，最文嗯嘅偈文當中有提到咧，所以如德西那，所以如托강기出고다와리 세， 对吧？出고다와리 세的，加个出一個切血昂印度吉南部嘅德干高原啊，唐不嘅一的個地方。加个切，你不的고다와리 세的出的，对不起，切血的差的有着。德干啊，这里高原咧啥呢？고다와리 세的有出個河流咧就叫做渠陀，Chumsi 婆利河啦 바바리 세的，嘅上游。呢三个呢條河嘅青年的我是上游咧三个有個婆羅門青年的，可能三个我是个叫青做对呢，三个婆和利。青年的全部有的可些，那可能我们居住全年个当中佢的是，聽聞全年个到佛陀嘅当中是呢，我聖名咧，们居住的，出国的我的个对于个啥子，佢就派咗16個弟子British 去求法啦。British 他那啥的，呀那不听啥的呢，突然间呢，那把老们就些呢。乌吉亚尼啥子啊？喺呢個16個弟子咧，從呢、個啥的，我想比呢條啥的，河咧嘅想给啥的，上游，我听这个3年嘛，我是预计，他们这里啊，年月了呀，上个中间的工作里啊，来把这啥就这个等预计，大看到听这个过去，他的第上游咧就係、那天这边个兄弟呢，波提塔那出發，个地啥呢？他的然後經過南路啦，巴维亦都係巴瓦里啥的，從呢個罗嘛，屈居住禪嚟咧这里途經非提舍三个家啊，前边。叫上味，Rodu sa ti langa rodu kandis res la ni kinan su chin bu shu ba. 所以咧又提到呢個從呢個印度嘅南方德干高原咧，去到婆利河嘅上游咧，一直經過呢個哥特維利河嘅上游啦，Ta ko 再 su 去 kare 到 shu kya bje. Ma 波 wo 提 ta 塔 wo 那 kai sa su wa 出 sa. 發咧，一直去南路，Ti ta ti chu Godavari 左下角咧，其 chwa 實 de 睇到 ta 圖 de 就係 ta 孟買 de 啦，cha de. 就係、Pratishtana sa de. 呢個渠陀婆利河呢個地方啦。Pratishtana sa de te yab se. Ta Pratishtana ni go zo ji che kare kyab chik le yun sa pe kora kyab shi kora kyab che an tama ta le ya. Nye le le. 好。你好辛苦咧，好辛苦咁一直走到去咧佛陀嘅舍衛城啦。佢距離呢個地方距離加爾各答咧係比較近嘅，所以係好辛苦。所以從印度嘅南方咧去到舍衛城，바바리 있어야 되게 로마 주루 아니 상게 군주냐 당체 아니 상게래야 급디도 상게제 아니 상게래 總之咧呢16個童子，디즈기 주어지는 即係나데 婆羅門嘅16位童子咧，나로래야 向佛陀提出咗疑問。 커디어스 허르도 드베 첨사디 기디 佛陀就予以咗一個回答啦。撰寫呢個經文嘅用嘅咧，其實係一個非常古老嘅巴利語文體嘅形態嚟。咁同埋與呢個經集中嘅異品咧，一直係被視為係《阿含經》當中最早成立嘅作品嚟。但以前样开发卡些个点来呀，样淘宝手呀，淘宝干的这个样的啥呢？大致的人不一样呀，的两年没给大家大致咁亦都有好多嘅學者有唔同嘅觀點啊。因為雖然咧，
呢兩部作品嘅文體咧係比較古老嘅。咁但係相對於阿育王嘅碑文嘅文體嚟講咧，亦都冇辦法斷定邊一個較為古老。所以咧，只係依據呢個文體嘅古老咧，就斷定彼岸道品咧當中佛陀在世時候作品嚟，咁似乎有啲牽強啦。咁而前面都有提到咧，有講到16個弟子咧前往舍衛城嘅因緣，咁就呢個敘偈嘅部分裏邊提到咧，而呢個比呢個彼岸道品嘅正文咧，仲要遲一啲嘅。佢出自呢個彼岸道品正文咧，係遲一啲出現嘅。所以咧，根據呢個敘偈當中嘅呢段描述咧，就斷定咗佛陀在世嘅時候咧，佢嘅聲名已經傳到去北方地區。咁似乎咧，就因為呢個原因，其實斷定嘅話咧，就有啲唔夠充分啦。無論如何咧，就有咁嘅文獻去記載。但係咧，點講？通過之上嘅一啲資料文獻嘅講法咧，佛陀滅咗之後咧，就教團就首先就向西南路擴張啦。第一個比較確切嘅例子就係講呢個阿育王嘅仔摩薩陀出世嘅地方咧，就係呢個叫做鬱禪嚟嘅。而同頭先講嘅大迦旃延嘅出生地咧係相同嘅。咁就呢個首先佢就係呢個阿育王嘅第二個仔啦，摩薩陀咧將佛教傳到去錫蘭，巴利語嘅佛教啊，就係傳到去錫蘭嘅巴利語嘅佛教，咁就同阿育王嘅碑文咧作為一個比較研究。咁呢種嘅巴利語咧，亦都係最接近咧亞波蘭多加嘅附近嘅一個卡提亞瓦爾半島呢個地方啦，同埋嘅吉爾納爾呢個碑文咧，呢個碑文咧就係呢個中印度嘅西南方。所以咧，當時咧我哋就可以知道咧，阿育王時代咧喺西南方嘅佛教咧已經係發展得好興盛嘅。打上嚟啊，各地區嘅，安南邊嘅景點嘅，這個哪落嚟呀？大概說的是，密團邊嘅塞巴當，他能先嘅在位。接嚟咧，我哋就討論呢個主題，就係關於佛陀入滅咗之後，教團潛在嘅一啲問題，就係導致之後根本分裂嘅一啲背景。
主要我哋今次咧參考一個日本學者叫做馬田恒啟嘅一啲睇法。而我哋咧介紹到佛陀入滅之後100年咧，亦都有講話200年之後之間咧，印度政治環境嘅變化，就好似佛陀晚年嘅時候咧，譬如有波闍世王啊，或者有好多唔同嘅朝代嘅更替咧，一直去到孔雀王朝，然後孔雀王朝有愛育王，就係一個咁樣嘅時代王朝嘅變遷嘅，咁佛教教團咧，亦都喺呢個過程當中咧，傳播同埋擴張。我哋再諗下咧，其實喺呢個100-200年，其實時間係好長，可以已經有好大嘅變化。譬如好似18、19世紀嘅事咁樣，我哋就覺得啊，已經係好久遠嘅事啦，已經。我哋而家都會覺得18、19世紀嘅事咧，已經對我哋嚟講係好遠嘅事咁。所以咧就喺呢個佛教教團嘅內部咯，其實亦都產生咗好大嘅變化啦，或者有好多問題啊、分歧啊，咁就慢慢突顯咗出嚟啦。係喺呢個變化當中，或者啲分歧啦，就表現咗好多唔同嘅方面。總之咧，直到最後咧，導致咗佛教第一次嘅根本分裂啦。所以咧，接落嚟咧，我哋就係講第一次根本分裂之後咧，第二次結集嘅情況。首先咧，我哋從宗教嘅角度去睇咧，宗教嘅存續係需要有3個條件。首先咧係教主，係第一個需要咧就要有一個教導嘅人，即係教主啦。然後就係教法同埋教徒啦。
所以呢個就係宗教存續咧，需要有三個條件。而喺佛教當中咧，對應就係佛教嘅佛法僧三寶，而我哋嘅教主咧就係佛陀，然後咧就係教法，然後就係教徒就係僧團啦。呢三樣嘢咧，三寶咧係一種相互依存嘅關係。所以喺佛教當中咧，我哋會講佛寶就係教主啦，就係三寶根本。所以佛陀嘅非凡人格同埋智慧咧，就係教法嘅體現。所以咧就係佛法，就係佛陀佢個特殊嘅功德或者佢嘅體現啊。譬如就係佛陀嘅特殊嘅功德同埋佢智慧嘅體現咧，就係成為咗信徒信仰嘅核心。所以佛陀嘅存在咧，就已經俾咗個佛教增加嘅一啲意義啦。除咗咁嘅智慧同埋功德咧，成為咗教法嘅泉源，亦都成為咗我哋嘅修行目標。所以我哋會講修行嘅目標就係成為咗佛陀就成為我哋嘅典範啦。就喺佛陀在世嘅時候，好清楚個情況。咁而佛陀入滅後，信徒咧就開始要去紀念佛陀。好多時候咧，當人在世嘅時候咧，我哋唔覺得佢有珍貴，到到佢走咗嘅時候咧，我哋先至開始覺得哦，呢個人有幾珍貴，有幾殊勝。然後我哋就要揾一種精神上嘅補償，因為我哋見唔到佛陀啦嘛，咁就會只可以通過咧參拜佢嘅舍利或者佢嘅一啲遺址，參觀佢哋嘅遺址同埋佢嘅遺教啦。咁佛陀嘅遺囑係咩咧？佛陀最後嘅遺囑係要弟子咧以教為師。所以換句話講咧，最重要嘅就係佛陀嘅教法同埋戒律。所以佛陀入滅咗之後咧，佢弟子咧就係要將戒律咧作為佢嘅上師啦。
打定其实两个持续做，他说所以咧，佛陀最後嘅遺囑咧就係要弟子他他两佛个持续陀嘅的第三年，教法同埋戒律作為上師啊。打三个两个的代为些了呀，哪怕三个为去路个拿落来呀，刚刚忙不起来，而最後點樣去理解同埋實刚刚踐佛看他陀嘅不起要不教導咧，起就成為最關鍵嘅問題啦。咁其中佛陀入滅咗之後咧，佛教面臨最大嘅挑戰有好多。刚才看起来是唐不得，打木头猪八娘嘞，打猪八娘嘞看得起，看得起呢，就讲出来，我不知道我套图嘞啥，嗯，譬如最打主要一方面，佛教三个之後送日面臨嘅本南下个挑戰抢不出，係咩咧？例如第日本南一個下抢不就係點抢不樣繼送的，續修行達到打的開悟啦。持续的就给着的。大体干的时候，就啥了？三个先学会搞了呀，做到日本人嘞，日本哪人做这个样的嘛？就日本跟南下的做了呀，三个特自己给别普先前不是那种咁即係之特别学习，前有一别啲學者咧，就係歸納出嚟在内陆嘅幾項。相当要嘛。大搞的推了推，身边个没法的对钱呢，两人切都得不了吧，是吧？真这嘛就然後第二说咧就係日本南下一啲插仓了，真這個佛陀嘅弟子咧，點樣去沒法真這樣完要的意思。善佛陀留下嚟這嘅一啲是好的，唔完備那麼嘅大這個有理沒的論啊。所以給送給哪了？他常常可去主辦年的這個山，或者兩個月的兩個對不？真這個送的嘛都，他的來這個日本南下，他去，他去各種嘅南下山站，這個都樣本來去。就可能所以咧，佛比南下了，陀生前特別現在亦都係主要的強調實皇帝踐啊，而唔係主但張教理，越被印度山呀建了呀，就三个给送了呀，他就即係唔需要對教理有過分嘅糾結。别南下山南当呀那就而佛陀教法當中有好多咧係嗯，隨意而實呀嘛用嘅。就那么就给现在熊给着他，熊前边着他听不到啥个嘛呗，那今天对不起，没把的说了呀，光着他听着就说我，理解的是，但说我的看的所以是啥了？當時嘅佢哋弟子咧就那有三个去討論點樣写的，去完三个善土的女个的。佛陀嘅他理論，那原来有啲唔的做的完備嘅呀，地方點就是樣去完托巴三说，善佢啦。是吧？托巴三个的兄弟呢，就是做两个的是教的是，本来三个一些没把吃鱼儿为啥的，或者三个土的女把的菜儿为啥，让那菜如果有儿的，让人那菜對於儿的，佛陀嘅智慧、今天的佛陀嘅提出两能力个的教的啥。同埋佛陀嘅那涅槃咧，新的他如果有疑希望的，問，七里边的，係應該點樣回答呢？七里边嘅，其实目的边怎么譬修的，如話佛看得巧。智咧当然，新係嘅會唔會消那么三滅嘅咧？个两片目的没呢，看得巧，是吧？啊，是啊，不，但真这个大很大的咁另外一點咧就係點樣去刚也忙不起嚟啊，當年前點面樣去應對外部嘅質疑啦，同埋內部嘅分歧，但主要是呢，都剛也忙不起嚟，當年前。點樣對待外道啊等等嘅一啲質疑嘅今天問題。第三呢，打聽到多多的咁三個同埋年齡點樣去協代表些了，調僧團裏三個邊呀，你嘅一啲們今認知啦。年的忙不起嘅，那三個是不是被結束成，是吧？當然是三個這樣個對吧？全部原因，所以佛三個陀入因為滅咗之後咧，這突然要嘛，這滅對三呢，那三個送啊，然後特別確立啊，弟子咧對佛陀嘅追慕啊同埋思念咧係越嚟越強烈嘅。那打伊呢呀，個別對三呢，打捐獻神能達到但係現象，由於咧冇辦法去親見到那麼佛陀，三個被印度嘅跌得了呀，打所以印度咧都係只可以對佛陀所講嘅三個説話咧，等於就是爛的沒被對吧？爛的沒被，同埋咧只可以對即係佛陀嘅教法信心關注咧，變得越嚟越強烈。譬如我哋講佛陀佢在世嘅時候咧，係僧團裏面最高領袖，所以當佢佛陀入滅咗之後咧，
僧團就失去咗一個 Number 最高嘅精神領袖，所以咧佢嘅只得翻幾個大弟子，咁就要靠一啲長老嚟做統領啦。所以咁就失去咗本身教團嘅統一性啦。咁唔係好似佛陀在世嘅時候嘅，有一種團結同埋凝聚，加上咧教團咧就喺度擴張，分佈咗好多各個唔同嘅地方。咁跟住知佢哋嘅，因為唔同嘅關係咧，所以各地嘅風土人情因為又唔一樣，所以咧之間咧就發生咗好多嘅隔閡。所以對於咧佛教之後嘅僧團嘅思想理論咧，就有好多唔同嘅見解出現啦。就將佛陀嘅遺教咯，有好多唔同嘅見解，所以出自於好多情感上嘅、理論上嘅、習慣上嘅差異同挑戰咧，咁就令到佛教教理咧分化同埋組織嘅分裂。嗯，所以咧具體嚟講，佛陀內部咧有啲咩嘅分歧同埋隱藏嘅遺患咧？當時嘅教團外邊咧，情況大概係一個點嘅樣嘅？嗯，首先我哋探討嘅就係王舍城嘅第一次結集之後，代表咗咩咧？標誌住大迦葉尊者一派咧，對於僧團嘅整合咧成功咗。當時嘅好多僧眾咧都好支持大迦葉尊者。嗯，所以第一，你標誌住大迦葉尊者將僧團整合成功，咁就有意見者嘅一派咧，將異議咧消沉咗落嚟。然後迦葉尊者咧
可南北三個吧，差別高，佢首先係一個卡拉卡苦行僧，痛苦嘅，現在羅芒不這個人嚟啊，誒做佢開法始啦，學佛嘅先時候咧，就已啊經年難做，紀好大，做嘅嘢都是嚟想，其實但講咯，卡拉卡做所以佢痛不差別啫嚟啊，三個鐘點點，羅芒嚟啊，差錢，簡單羅芒開錢就學佛嘅時候咧，就係其實學好多外道嘅一啲睇法、見解，甚至好後期咧先至去跟隨佛陀，去跟隨佛陀學佛法。總之佢上半生咧，前半生都係跟外道嘅一啲修行者去學習。所以咧，呢個大迦葉尊者咧，主要都係以苦行頭陀為佢嘅修行方法，所以佢係以一個嚴守戒律為主，為佢嘅特色嘅。所以咧係屬於比較保守嘅一派嘅。所以咧，首先就係以大迦葉為主嘅保守派咧，首先就係講到大迦葉尊者呢一派咧，就係屬於比較保守派。咁而同佢有差異嘅啲派別咧，有三種嘅。然後比迦葉尊者咧更加保守咧，就係其中一個咧，就叫做富樓那長老嘅一派啦。點解會話富樓那長老係更保守咧？就因為咧，佢曾經有要求佛陀所曾經制聽嘅人咧，都應該成為定制，而唔可以有所取捨。咁第二派咧就係較為自由嘅，就係阿蘭派啦，阿蘭尊者嘅一派，因為佢嘅主張咧就係按照咗佛陀中道嘅原則。所以對於呢啲微世界咧，可以咧因地制宜，予以取捨嘅。咁第三種咧，第三種就係五比丘之一嘅婆斯波。咁佢就係比起阿蘭派咧係更加自由嘅。所以到好多學者認為咧，呢個婆斯波代表嘅就被視為咧係後來大眾部嘅先驅。點解要提到呢啲咧？就因為講到同佛教之後有根本分裂，所以咧就喺根本分裂之
前呢，我哋都可以見到啲端倪嘅，所以就喺佛陀入滅之後咧，成個教廷嘅風氣咧都有啲唔同，因為有好多對於教説啊同埋佛制咧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再加上咧大家是派咧有唔同嘅立場。雖然有三種唔同嘅立場，但係都會想對咧，想遵循翻佛陀嘅教説嘅，其實可能只係一啲視覺上面同埋方式唔同，所以最主要咧就分成咗保守派同埋自由派。所以首先保守派咧就有兩派啦，就係大迦葉尊者同埋富樓那長老，就比較保守嘅兩派。然後第三同埋第四派咧，就係、阿蘭尊者啦，同埋陀斯波，就比較自由嘅一派啦。總之咧就有呢四派啦。保守嘅咧就係、大迦葉尊者，咁另外比較自由咧就係、阿蘭尊者嘅一派。咁呢啲都係僧團風氣上邊嘅一啲分別。咁最主要咧都係以跟住就係關於戒律新問題嘅一啲出現啦。咁佛陀嘅行持上面咧就提倡中道，所以除咗根本戒律之外咧，少少戒啊或者細微戒咧，係要可以咧因地因時因人因事而制宜咯。所以咧就佛陀嘅戒律都有方便開遮嘅，係，所以只係有利於咧眾生身心，而係有利於眾生嘅身心嘅情況底下咧，都係可以。亦都係保證咗戒律整體嘅穩定咧情況下咧，隨而所制定嘅一啲戒律咧，就可以善巧隨舍。
俺娘也那边我都是，俺的我那个就有些了，但他别解释讲他们所以佛陀入滅咗之後咧，曾經叮囑他们是阿難尊者嘅一段經文咧，就喺呢個俺娘也毗尼母經有當中，有有卷三有提到咧，啊，吾滅好像是度後谢谢，應集眾生，留死嘛留是，微世界。嗯，这都好像那天这边留了毛病多少多啊，看到现在上学准备的开心不济难些，大看到啊。yang ene debe wala ya kom ngata kom po zobe jele ya ene gindu tam ji su nyamdo ne ji ya su du che ene laba chinzi da chamo de 所以睇到ge呢段ge ge su 經文咧，da tne su 佛陀da ine 就 ya 同阿ge 難 me ji 講：ka te ya 當我個別啲三個嘅打滅度咗昂打之後咧，廣播作為者啦，打講說根據他們選舉一些，哪怕少政治少界咧的差別，反正說送用的，那三可以我再作取嘅三捨。個嘛送不到，南上推脱了呀，那三個所以咧就有提到跟住書寫，同阿也也難講咧，送了打一三個啲微世嘅送界可以的，取捨。哪怕政治的差唔多的，給菜的肯定是，是吧？哪怕政治的差唔협공什麼的。所以你那地方的喇叭城市的差不多是吧？你眼前的所以咧就係喇叭城市講到，嘛的是，你面其前的喇叭城實嗰個市嘛的是，小小界嘅範圍係啲你乜嘢咧？三句要再問翻清楚。大体三個送過了，剛才兄弟打到修過，剛才修透了，剛才修沒透，剛才修沒透不是，剛才修沒透不得點先呢？哎，你但係咧就阿難尊者冇繼續去接了呀，問清楚，注重性別嘅，用過了呀，夾嘅那邊夠了，但夾嘅那積點了，啊夾嘅就三了，三個，所那麼以就喺佛陀入三個滅咗之後，第一次給結集咧，阿難他們呀。就南上被修了喇叭真的被差不鬧啦，肯定这里啊，送给也是，提个菜肯定这里是，提因為佢脚肯定聽到咧这里是，佛陀有肯定是不是？講到俺塞不虚名多，对叫微俺世界可以寫，大叫哪？所以就引起咗好大爭論，受到咧大迦葉尊者嘅苛責。大地图上呢，各地图上呢，咋？各都谈不前边够了呀，那各都谈不前边够了呀，根据就是出钱，喇叭真的场面过了呀，我吹头穷着，吹头穷呢，俺呢，这种把卡些给认真买着是吧？喇叭车子所以喺上第一次认真結集把买着是，嘅時候咧，卡些上呢，马上你这几来送我的，这俺他僧眾都俺他唔能说夠去對喇叭车微子的差不世界多的，做一個过来共識，咱们这。因為大家都有自己嘅解釋。大姐姐，大家那几million赚穷的，可是几million这不就穷也不赢了的，我那上不想打一次，怕想打一次，你那几million没挣钱，几 million 没挣没赢的如果啥呢？大家都有一個共識送钱嘅話咧，卡的送不得啥了，就可以達成共識。但係因為大家都冇一個共識啊，所以就好難去嗯，去講啦。大家听到，可能让我这么丢下了吧？还是大家这个喇叭车在他们还有所以咧之後，嘛送大迦葉尊者咧就講：啊，大其实。汝等所說，你在喇叭的车子皆未與喇叭车微世子的差界合。喇叭听不赢呢，他爬若上去了，捨微世喇叭没听界者，听要嘛的是。对吧？没听被定了呀，他懂諸外俺就送钱，道輩突然當搞了，生他才謗言。爬起来的，啊，没这所以呢個就係没这大迦葉尊者咧原则担保的讲做咗個那差别，結論啦。可是喇叭车子的差么所以你哋講嘅咧都係各自爬上去，講嘅一啲有啥呢？哎，你其实吧，就見解，是而冇達成共識。如果我哋因為咁樣去捨棄咗呢啲微世界嘅話咧，我哋可能就會導致到俾外道去毀謗嘅。毀謗啲咩咧？就係、如來滅後微世界諸比丘皆以捨境俱檀沙門法如火煙焰，不生已滅。當做過都吃都是，kada sana kap di sana rulin chebe kap le laba tinzi sa chamo sa kan de jere laba di sana ta pe pamba shi di laba tinzi tere zinyi haji yusa ma laba tinzi ne
早晚洗的经验有什么，是吧？早晚洗的经验没有去，早晚洗的，怕去抢着不的了，怕去跌打，那把亲自的长毛人先验有什么？打跌没赢呗，这那么就什么样？就是长毛了，俺那把亲自的长毛人先验的穷也不来。现在印度山呢，打那把亲自的长毛乱动过来是那边，老印度山啪，先印度山打，早晚洗的嘛，到现在看看老印度是。现在印度打开始早晚洗嘛，到现在看看没送呢，哎呢，各种山的所以呢，肯定是巧的。各種情況下，肯定是之後就係若肯定你打眼就掠動捨過來，微世送過界者，但持四過就重，送過都餘者攞起，皆捨，係啦，若持你哋四重，送前邊個打破卡，他說名沙門。你嗱左的眼家度左的卡在啥呢？係呢，越所以如前果係淨係亂持咗啦，四重街殺到人亂咗個亡嘅話咧，地，就咁培養仲點可以白呀，叫做咁亂做沙門啦？啥了？咁亂做的，其實點講我全都是，但係是目的問題就係呢，我就點解培養白呀？所以咧，目的問題就大家攝專者就係防止呢個戒律嘅鬆散，同埋避免外道嘲笑咧、毀謗，再加上咧當時嘅爭團戒律啦，其實已經唔係好樂觀啦。記得以前我哋有講過，知道佛陀一入滅之後啲弟子咧，就我哋自由啦，我哋自由啦咁啊，所以都可以睇到有啲僧團咧，有啲弟子係有啲咁樣嘅反應，所以其實唔係好樂觀嘅，所以經過咗第一次結集之後咧，大家攝尊者咧就見到，因為佢係其中一個長老，所以咧佢有咁嘅身份咧，佢就做咗一個咁嘅規定啦。所以總之就唔可以隨便去捨棄呢啲微世界，所以大家業尊者咧就制定咗呢一個規定，就喺呢個毗尼母經當中提到，隨佛所說，當奉行之；佛不說者，此莫說也。咁意思嚟講咧，凡係佛陀冇制完了，看些个那边打，那点有种钱不点，那么年轻钱不也不大家卡过多是的。俺那排行当过有三个排行当过有说的排行马当就等都做些点的是，提供在的那点有种钱不别干说年轻钱不也不大家卡过多是那边呢啊，你怎么些个那点有种钱不的啊？提个确实到把的说年轻钱不也不传统嘛那是，嗯。초직의 시합이나 바 커도들 대비나 내디는 순치비 숭단데 디스 니신 첨부 예버버지 다 가른 오마루스 가르 예버 다가라 체오르 숭아서 니신 첨부 예버버지 당아 디스 레바 차보 서머베 시사마진 레바 차보 예버버지 능게 야르디 이나야 랑랭외래야 내디는 순치비 랑랭외래야 아니 베드 타르 숭 베드 가서 님버 시과 차보 시비 체제 레바 차보 시비 난데 나야 ते माना आते कंडे साको और सम दुए कदु छेबे कवले दुए कदु छेबे कवले या कब दिदु स्थान 강복이 아니 당 알아야 엄마 상기 송송 세 사와던 제비 최기에 사지 여러분 세 사와던 제비 최기에 사지 아니 상기 데 송송 송네 데 송두 산티 두에 कदु छेबे कवले या ने데 무슨 집 주로 맞아 데 뭐주 왜 균생게 네데 무슨 첨부디 삼로 동조 텐 도스 닌신 첨부 예비냐 라레 따로 겁래야 아니 라완쟁기 야 초가스메 성마르 대다 제수 튜마도지 야 라렌 따로 겁래야 야
确实中越多的哪连当我没吧，看了还是让完点别关的，打哪连打哪样的是。提军在了点的那点有时候的情报的确今年看到就搞出来。다 상계 제바 가른 제바의 모든 송고를 송은 주사 민신 첨부에 남바로 지. 야 초진의 고향가 남바로 지 예배 인사 디균선 때네 갑디디 공개 제바 나다디 긴디기 틴디 튠디 요하다. 최기 공부 로직도 교야래야. 그 팬도 좀 좀. 이나야 다 내내 무슨 신비기 제바 나다 대zam시기 아니 긴디기 대 나로라야 모투니 지금 뒤짐 그라 지 제바 내봐. 세나자도 뉴욕의 팀도 더 해야지 따당 담민도 매봐 즉 중요하다 했잖아 베데 매봐 차요 긴두기 대 나로래야 뒤팀기 저바데 뒤지 망보 로다 냠도 뒤팀기 저바데 쇼시아처 무슨 되도 치요 대 로고 김제 조니야 김제 조니데 가르잖아 다보디 나베 최대 타고 그 서비를 딱 오마이나 다지 총계단 뒤즈 유유를 서가 총계 뒤즈 나 타버 봐. 근데 타고 그 총셉단 유배 어 가서 야게 시라면서 근데 그 서비를 야 다베 집에 갈래 강에 싸고 막 무슨 차야 그랬어. 다가는 신기 니버디 서구 니버디 주나로래 지서 그 내다 이내야. 아빠는 서구 니버스 뭐 나라 남바 상기 위치에 다르데서 그 사자 뒤즈 나로래 이내야. 양고 지수가 내다 배조가 내다 간다를 미기 삼력이 내다 다들 상물로 유아치요 유아치의 인상 이균세는 때네 양고 어 가르쳐래 니주 사바다 강에 사바 디수기 양가르지 담배신 유아라지 결십 제거 하루 다 양가르지 가지고 결십 체네 난가로 가르쳐야 한다고 하스 근데 삼동거 하루 차려 야나 ngari yebe ke lopsim le ya nanga saba che ko ya na ne lopsim saba tembi che ko ro de ya chu ma anda tne che ne dujim gi ne de te ane gab di gin du gi de to na che ko sa ne de ta ke che bu shi ji ke che bu ji yangar ta ke che bu cha ji kare na kora tusu yuwadro kuyuri yuwadro yendu sana ya kora rinxin ta dutim gi nedun tela ya yangar chi kona maje rana je rabu chi ta yangar tela ya jershi maje rana je rabu chi chaab res las ta pachi tini daga zim sam sha jan